日本原厂的 Panasonic 进前来到台湾报案，讲有人假因的品牌伫咧网络顶拷贝因的产品。警方落尾呢，伫咧新北一个北的桃园掠到3个查甫人，因是对中国进口一寡模仿的电池伫咧台湾卖，目前先查扣上万粒的电池啊。 警员分几啊路搜索34卖场甲仓库，架顶一个阿爸一个压电池，拢总封扣压大回。每一盒这边是50粒装。 超过15000粒的电池，外包装标示知名大厂 Panasonic 和日本原厂起甲跨海来报案，讲品牌有仿模样、有仿的品伫咧外口卖。这个型号它是简体的标示，并不是繁体的标示。 假仿的电池无配合，全拢是无经过检验合格。警方追查源头，发现有3个卖家，为109年开始，小连续为中国电商平台违法引进台湾，用假贵市价行情伫网络拍卖等管道转卖获利，价差相关达到10倍。查扣仿冒的国际牌纽扣电池，总计有15000多件，估计侵权市值约新台币100万元。 即摆查扣的电池，侵权值达到100万。虽然3名嫌犯讲毋知情，单纯平行事实，有关防以违反商标法、甲诈欺等罪嫌侦办，只是因非法卖2年多，都惊部分在嘅流入市民。警方也提醒，仿的电池可以发掘漏液，除了使用损坏之外，更加加大安全的几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